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刘英叶牧师。12月15日，耶稣说：父啊，时候到了。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记载在约翰福音17章， RPG 的金句记载在26节。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有一位约翰派伯牧师建议必须要每天读圣经，提出10个观点中的第5个这样说道：经文带给人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我们对人的祝福。那么一个人到了人生的最后，会喜乐吗？或者是我们面对最亲爱的家人朋友，他即将离去到天上去，他即将死亡，我们会喜乐吗？我们在这离别分离的时候会想说什么吗？今天的经文约翰福音17章其实是主耶稣分离的祷告，非常有名的一章圣经。主耶稣被拿上十字架以前，他和门徒交托的所有的信息、劝勉、安慰，讲完以后呢，主带着他们有一个分离的祷告。虽然不是完全相同的背景跟性质，但是我们可以来揣摩说，如果这是我们临终之前，或我们最后一次和我们所爱的人在一起，不管是孩子、丈夫、妻子或父母，当我们最后永别之前，我们会怎样为对方祷告呢？这个感触到主里面的，这是非常的深刻哈。当然主和我们不一样的地方是，他知道不久以后他还会再复活，他要在圣灵里面再回到我们中间并不像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分离，我们再也看不到，也缺少这种内住的这个实际。所以我们呢，来了解一下今天这个主耶稣分离前最后的祷告。我们看到这14章整个，我们会发现说，哇，有几个词出现的次数非常的多，我们可见它是很重要的，就是荣耀。尤其在前面5节，主就讲了起码5次那整章里面一共讲了荣耀8次。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合而为一所以我们来看看耶稣他怎么样离开这世上之前，他怎么样来祷告呢？这里我们可以分有几个的祷告第一个，他当然是先荣耀这位神，在他的祷告当中是很重要的。荣耀是神的本性，只有神才有的，所以荣耀这个让我们他高举神的荣耀是神本身的性质和他的作为。所以当耶稣要离去时，为我们他的祷告当中，他就是来荣耀神的属性，他的本性是神才有。接下来呢，他也是说这个荣耀也是神的性情和他的作为，是透过他所造之物，透过器皿被彰显出来了。这个器皿本身并不能说它是荣耀的，它不过是发表或彰显的，或是说有份于这个荣耀的。所以我们在这个诗篇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神的手段。这个诸天本身是没有荣耀，但是诸天却在述说神的荣耀。哇，因为我们人真的是太渺小了，我们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就让我们有份于神的荣耀，真的是很感谢神哈。所以今天神在这个他的祷告里面，我们就知道说他在17章一开始就说，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
这个祷告是向着父去的，祷告内容最主要是主耶稣和父之间的关系。说到这个在时间上以前，这个他和父就已经同在荣耀里，因为他跟父的本质就是荣耀。但是主耶稣为了我们撇下他原来有的荣耀，来到这世上，披戴着人性所经历的这个苦难，一路接受考验。所以他接下来呢，他的祷告说，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前我同你所有的荣耀。哇，这是在第5节里面就说到了这个感谢，在这个祷告里面他可以再次回到那荣耀里他就不是与生这个按照神的这个荣耀的与生俱来的荣耀里他是这个从神而来的，神的儿子借着自己绝对的顺服，借着他甘心舍己钉在十字架上，使得父神不得不用右手将他高举，因为他自己值得，这是他赢得，耶稣他所赢得的。他在这世上，他将这个荣耀要归给神。接下来他就是为门徒们跟得救的人来祷告。看到那个11节，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为我们在世上的一切的人，我们能够合一。这是主耶稣为门徒祷告第一个祷告，是叫他们完完全全合而为一，这是神所喜悦的。接下来在第15、16节说，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也就是耶稣对门徒们的第二个祷告是，主耶稣为门徒们，为他们能够得胜，胜过仇敌不是让我们没有什么事情发生，平平顺顺的一路保守，没有发生任何的那个重大的事，不是，而是能够得胜。可见遇到的挑战是不会小的。另外在第17节，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道。这也是一个求成圣的祷告。那个对象是向着神希望这些门徒们在神的面前，借着圣经真理，借着主的话，能分别为圣，能够因为真理而得胜。接下来24节里面，父啊，我在那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这个祷告是为门徒们能够属天虽然他们还在地上，但是主要离开他们了，所以主说，我到父那里去，愿你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在那边。你知道这个不可能是在讲肉身上，因为肉身上的主耶稣接到天上，回到父宝座，我们门徒不可能被身体还不是时候被提的时候，而是他是要让看他属灵的所以要让我们能够看见神所赐给那个主的荣耀，能够活在一个属天的境界。虽然我们还在地上，但是我们所有的脚踪是向天而去，是为天而活的。最后这个祷告是17章25到26，公义的父啊，世人未曾认识你，我却认识你，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我来，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哇，这是一个很感恩的祷告。主在这里为着神差他来完成的使命所带来的救恩做了一个记号，讲到他们认识父，也认识父的名，还要更认识这个名。而这些人得着父的爱在他们里面，
这些人得着主在他们里面，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个福分。主耶稣到最后结束时说到，这些人不仅认识你，也认识你的名，而且也得着你的爱在他们里面，也得着我在他们里面。这是主耶稣最后祷告的结束。我们看到主怎么爱他所爱的门徒，他将永生赐给这些属神的儿女们，他从世界赐给奉主的名，赐给主的名，也显明他们真是知道为他们来祈求。在第9节，我为他们祈求，我与他们同在时，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也护卫了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非常感谢神，神要离去在这地上，虽然他知道是暂时，因为他还要再回来，但他一而再再而三在这个17章里面讲了4次保守他们，并叫他们合而为一。我们献上感谢，因为我们的神就是这么爱我们。他的心意我们懂了吗？他要我们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在他里面，叫我们合而为一啊。我们来默想，我们如果将这17章耶稣祷告中的他们换成我的名字，我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吗？哪一句的祷告最能摸着我们的心呢？也就是譬如第9章，我为他们祈求，这个他们我们若改成你自己的名字，譬如说主为我祈祷。到12节的时候，主与我同在的时候，因主所赐给的名字保守了我，主也护卫了我。26节，使你所爱我的爱，主的爱在我里面，主也在我里面。何等的宝贵！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你一切所说所做都是成为我们的榜样，都是我们的安慰，都是把神的荣耀来彰显出来。你不仅教导我们怎样祷告，主啊，你自己祷告的内容就摸着感动我们。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也将这样子祷告的权柄提名为身边的每一个人带到你的面前，被主你爱个够，被主你来翻转。谢谢主，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音乐牧师祝福您，我们今天带着主给我们的祝福，他在我们里面一起去工作哦，让我们今天是一个得胜的一天。我们明天见。